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到新葵芳花園睇一個全新放盤嘅兩房單位，而且有裝修㗎。我哋而家上單位睇咗先。我哋而家上到單位啦，呢個係400尺嘅兩房單位嚟嘅。入屋左手邊咧就係一個廚房，佢有明火煮食啦、洗衣機啦，仲有一個大雪櫃，儲物空間都非常之充足嘅。咁跟住嚟到呢間睡房啦。做咗個地台床，而且上面咧仲係有張小朋友床，下低可以俾佢做功課溫書啦，上面就可以休息嘅。跟住嚟到客廳嘅位置啦，咁佢呢個咧就係長廳嘅設計嘅，都非常之寬闊。呢邊可以擺梳化，另一邊咧就可以擺電視櫃，而且景觀都非常之開揚，望住葵涌廣場呢邊景嘅。跟住到主人房嘅位置啦。做咗地台床，仲有一個大衣櫃，儲物空間都非常之充足。最後我哋去咗洗手間嘅位置啦，乾濕分離，企缸設計，而且有窗通風乾爽。如果你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留言聯絡我查詢。拜拜。